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7件留学生到美国必须知道的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不要直接称呼老师的姓。在美国啊，其实有很多老师或者应该说是长辈之类的，他们都会很 care 称呼。如果是同辈的话，应该就还好啦。在美国的话，有很多老师他们其实不会很介意你叫他们的名字，但是如果你直接叫他们的姓，没有加上一些称呼的话，那就有点不好了。像我这学期啊，有一门课的老师，他有一天就忽然跟我们说：“你们可以不要直接叫我的姓吗？”这会让我想到我高中上体育课的时候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叫老师的姓哦，我的意思是说不能直接称呼老师的姓。你要叫他们的姓的话，你们要加一些称呼，像是 Mr. 啊、Mrs. 啊、Miss 啊，或者是 Professor 啊，或如果他们是博士的话，你们可以称他为 Doctor 什么什么什么 ，Professor 什么什么什么，或者是最简单的 Mr. 什么什么什么 ，Mrs. 什么什么 ，Miss 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跟我们中文一样，我们不会直接用一个人的姓来称呼一个人，对吧？我们都会在人家的姓后面加上一个先生、小姐、女士、老师或教授等等的吧。另外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最好也不要直接叫老师 teacher。之前就有老师跟我们说过，就只有小学生才会 teacher 的叫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不要不交跟自己说同一种语言或者是跟自己同一个国家的朋友。有很多人可能就想说，我既然到美国来了，就是要学英文啊，那我就不要跟那些说中文的人一起混好了。我觉得啊，这是一个不对的想法。不是有句俗话说吗？在家靠父母，出外就要靠朋友啊。如果你在学校遇到什么困难啊，或者是有什么不懂的，你都可以问这些留学生，他们都是可以帮你的。那可能就有人会问说，难道美国本地的人就不能帮我吗？不是这样子，他们不是不能帮你，是有很多东西，像是一些签证问题啊，还是文化啊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，他们是不懂也不知道的，所以他们帮不了你，想帮也帮不了你。其实有很多华人呢，他们都会互相累积信息，像是哪节课好上啊，哪节课老师好啊，哪个节课好拿 A 啊，怎么拿 A 啊，他们都知道，而且这些信息还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哦。其实呢，我在社区大学的时候就受过这些华人朋友很多照顾，他们都把这些资讯告诉我，所以我在社区大学过得很快乐，很简单。然后呢，我再把这些资讯传给下一代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是要多交一些朋友，多认识一些人。我刚刚说的第二点呢，是要多交一些华人的朋友，他们可以在你的课外啊，或者是生活等等方面帮助你。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呢，你要在你的课上也要交一些朋友，至少每一堂课呢都要交1到2个朋友吧，跟他们要一些你的 email 啊、电话啊什么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你上课有什么不懂的话，或者是有一天你生病啊，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的话，你就可以问一下他们，你今天的功课啊，或者是笔记啊等等之类的东西。多认识一些人呢，然后多参加一些活动，把自己的那个 network 给用好，这对以后真的会很有帮助的啦。我相信这不只是对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有帮助，以后出社会应该也是很有帮助的哦。好，那第4点呢，就是你到美国之后呢，就尽快的去办当地的 ID， 就像是身份证啊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去考驾照之类的。因为啊，如果你要去一些像是酒吧啊，或者是要出示身份证明的话，你不会想要带着你的护照到处去玩的。因为护照这么大一本，如果你不小心弄丢了，或者是被摸走，你就惨了，超级麻烦的哦。而且尤其你是国际学生，还有签证的问题，而且美国办事效率超级差的，你不会想要去办这些东西的。所以还是尽快去办一下 ID 啦。美国的 ID 呢，就跟台湾的身份证差不多这么大张，就跟信用卡差不多大张，就算弄丢了，应该也不会很麻烦。好，那第5点呢，就是国际学生的学生保险。每一个国际学生呢，到美国来念书，学校都一定会给你保一个学生保险，这是强制性的。而且啊，保险都很贵，所以我们要物尽其用。像我之前有去跑去检查眼睛，不是说我眼睛有什么问题啊，就是有一点近视而已啦。我之前就是想说去验个光，看看我的度数有没有长啊，然后就跑去那个学校的一个诊所。我们在台湾啊，如果要验光配眼镜的话呢，基本上都是到一些眼镜行去，而且这些地方呢，基本上都是验光师在帮你做检查。但是美国不一样。不管是眼镜行啊，还是诊所，基本上都是医师在帮你做检查。所以我到学校的诊所去挂完号之后呢，他们就给我的眼睛做了一个超级无敌完整的眼睛检查。我本来是想说去验个光而已啦，结果他们给我做了2个多小时的检查，我就觉得这个经验是蛮特别的啦。最后呢，我要离开的时候呢，他们问我说我们戴太阳眼镜，因为他们给我点了一个会怕光的眼药水，他们怕我如果没有太阳眼镜的话没有办法走路。
我就说我没有戴太阳眼镜啊，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个东西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我拿给大家看。就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简便型的太阳眼镜吧，它也没有什么框之类，也没有什么架啊什么的，就是这样薄薄的一片东西。然后我戴给大家看哦，就这样，我就把它这样戴在脸上啊，它就这样子，它也不会掉下来。然后我是觉得这样戴上还蛮酷的啦。但是呢，我如果不戴眼镜的话，我就走路会有点危险，会看不见，会看不太清楚。然后我就把我的眼镜这样直接再戴上，然后就变成这个蠢样子，我觉得蛮蠢的。我就这样子，我就戴着这样子回家。好，我记得我最后做完这整个检查之后呢，就花了10块美金而已。我是觉得还蛮划算的啦。等下次我有空的时候，还打算要去检查我的牙齿啊，然后还打算去打一个预防 B 型肝炎的预防针。其实这个预防针是我妈逼我打的啦。他是说每年都交这么多保险费，还要赶快去打一打。好，那第6个呢，就是如果要买课本的话，我是建议去 Amazon 啊，或者是网上其他地方，像是 eBay 啊等等的地方买，会比较便宜。这个是个人意见啊。如果你去 Amazon 啊，或者是网上其他地方买的话呢，会比学校便宜很多。学校的书店呢卖的书都很贵，他们基本上都是卖原价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同样一本书，你可以在 Amazon 上面买到便宜20-30块，有时候甚至40-50块的钱都有。其实呢，这个就是要告诉你啊，买东西要货比三家，要比一比看一看啊。好啦，其实还有一个更省钱的啦，就是买 used book， 也就是二手书。Amazon 呢，它就有很多卖二手书的，有一些二手书他们其实很好很新啊，有一些就还可以接受，然后有些其实就很烂，所以还是要挑一下。你就要去看一下他那个 Amazon 上面那些评论啊，有一些卖家呢，他们都会写上他们的书况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自己可以接受的书况的书啦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咯，大家知道吗？美国大学生的学生证可以省很多钱哦。在美国很多地方呢，其实你只要出示你那张学生证就可以打折，我记得好像是10% off 吧，有些店会打到15%啦。在很多餐厅啊，或者是商店啊，像是买衣服的地方啊，或者是娱乐场所，像是水族馆的地方，你只要出示你那张学生证，都是有这种学生折扣的。但是有很多地方呢，他们都是不会主动跟你说，你需要自己主动去问他们，说有没有这种学生证打折啊。像我现在就很习惯了，去餐厅吃饭或者是去逛街买衣服的时候，我都会问他们说有没有这种学生证打折。有一些店有这些折扣，有一些店就没有这种折扣。我是觉得啦，不管有没有这种折扣呢，最好还都是问一下比较好啦。因为如果有的话，你不就赚到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也没有什么损失啊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没有问的话，那你不就损失了吗？我觉得这是一种学生的福利啊。好啦，那以上这7点呢，就是我觉得留学生到美国来念书必须要知道的事情。希望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可以帮助到那些要到美国来留学的学生，可以帮助你了解他们美国人的文化啊，或者一些省钱的办法啊，或者一些知识什么之类的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娃娃 TV 的影片，请按娃娃 TV 的熊熊来订阅我们，看更多的影片。点左边的影片，你可以看到 Lisa 推荐的5间好加州大学。点右边的影片，你可以看到 Lisa 回答的美国社区大学转学 Q&A。用手机观看的朋友，请看资讯卡，也不要忘记到 Facebook 搜索娃娃 TV 哦。